跟住落嚟咧，第四節啦。頭先每20分鐘接咗3次之後，咁就再等多30分鐘啦。開始，而家嚟到就第四節啦。即係呢嚿麵團而家已經發咗個半鐘㗎啦。你見佢開始脹脹地啦。第四節完成，30分鐘啦，最後一節啦，第5個節啦。個麵團已經好鬆，入邊好多氣啦，開始。咁整返靚仔啲，跟住就等佢再發多個零2個鐘，咁就開始下一個步驟同佢造型啦。